各位朋友，又係我早市啊！今個禮拜11月12日咧，谷草有9場夜馬上演嘅。咁今期嘅焦點咧就係麥道朗展開咗客串期啦，客串個幾月到嘅。咁佢過往咧喺嗰一季嘅初次上陣咧，都經常有馬贏。咁今次咧就比較睇好佢第8場嘅農民邊影嘅。咁呢一場三班1800米賽事咧，其實都有頭嗰5隻馬上一次咧係跑過10月15日嘅同班同程嘅。咁呢5隻馬咧，其實嗰個表現都幾接近嘅。咁不如睇翻嗰一場賽事嘅片段先啦。呢一場10月15日三班谷草1800米賽事，頭嗰5名嗰啲馬今次咧都有份跑第8場嘅。咁起步咧，貼欄放咗出嚟就係一個奔放嘅，但係嗰次咧佢就季來第一次出嘅。咁嗰個農民邊影咧，而家就比預期後嘅位置，而家大約咧就跟住一個升價，升價就係呢個黑黑地衫黃帽嘅農民邊影就喺後面。咁佢開面咧，浪漫老窩咧就係跑第5嘅，而家大約喺尾3位置嘅。咁樣睇翻前面嘅奔放放咗出嚟嘅，呢一場咧就多啲快馬嘅。就有隻咧，智勇名區已經上到嚟第2嘅，跟住外檔嗰隻咧，江南福將本來今次有份跑，但係排位之後退出咗，就補咗另外一隻方家柏嘅馬上陣啦。咁而家前面嘅奔放咧，其實都唔算放得好快嘅，因為都係撳住領先大半個馬位。咁另外今次有份跑嘅馬咧，就係包括而家喺升價後面農民邊影內側嗰隻咧，係呢個盈益線嘅。咁而家前面咧奔放咧仲係領先大半個馬位，嗰隻升價咧而家就喺第7位，黃帽有少少黑衫嗰隻開始推緊㗎。農民邊影咧就一路跟住嗰隻升價，咁貼欄咧就係盈益線嘅。後啲咧尾3位置咧都係浪漫老窩，就係呢5隻包辦前5名嘅。咁而家開始差唔多轉彎啦，奔放咧就係領先大半個馬位嘅，智勇名區已經開始推緊㗎啦。咁反而嗰隻升價咧，就一路頂咗隻農民邊影出去大外檔嗰度上，盈益線咧就搏入邊嘅，浪漫老窩咧就拉咗出去大外檔衝，咁樣前邊咧奔放就領先些少嘅，但係呢個時候咧升價喺中檔嗰個去勢比較好啲啊，農民邊影咧攬下咧，亦都亦步亦趨嘅，但係最後階段咧都係升價贏，農民邊影第2，盈益線第3，奔放第4，而浪漫老窩跑翻去第5嘅。咁喺農民邊影啦，上一次班德禮騎咧就覺得佢早段比我心目中咧預期係後咗少少嘅，因為之前咧跑田草千百嗰場咧都係一路喺前面咁翻嚟都可以跑第4，翻咗去呢個谷草主場咧，上一次就早段就比較慢啲，佢仲要咧係排咗升價嘅外側，咁俾升價咧就前咗一格，咁一路跟住佢跑咧，最後都係追唔到嘅。咁今次嗰個形勢係逆轉啊，除咗副榜唔同之外咧，呢隻農民邊影今次係排咗呢個升價內側嘅，咁所以咧，我覺得佢可以反先翻對手。咁次選方面咧，就係揀上一次跑第4嘅奔放啦。咁呢隻馬上次係初出跑呢個1800米，要一口氣咁放翻嚟咧，其實咧有啲難度嘅。雖然嗰個步速咧都控制得幾好啊，但係咧都有其他啲快放馬，智勇名區啊，同埋嗰啲港林福將咧都係上咗嚟有少少消佢。咁但係今次咧就冇依快放馬，連本來一隻港林福將咧都退出埋啊。咁而告東尼咧都有成個月未贏馬，今次嘅夜賽咧成手馬都幾惡嘅，應該咧都會配合一齊出擊。咁第3選咧又揀翻上次跑第3嘅盈益線啦。咁呢隻馬其實跑呢個長途實力都幾強嘅，上一次又係季內初出，雖然佢就冇乜點蝕位嘅，但係攞個位出嚟咧都嘥咗些少時間，最後咧可以衝翻個第3嘅表現都唔係好差嘅。咁尤達榮自己都講過，自己馬咧都係會比較慢熱啲，咁所以熱身咗一場之後咧，今次都應該咧係有接近嘅演出嘅。咁第4匹咧就揀一隻上次冇跑長3班1800米嘅方家柏馬房嘅滿心星啊。咁呢一馬其實咧都係跑谷草嘅表現係比較好啲嘅。上一次咧就跑呢個田草1600米，因應個外檔咧早段其實都留到好後，而且咧有少少搶口嘅。但係入到直路咧越追越近，咁所以今次咧過翻嚟谷草主場，
雖然咧第一次跑咗1100米，但係以佢上一次喺田草1600嗰個後上走勢咧，應該都可以攀到嘅。同埋今次嘅檔位比較好啲咧，早段唔會太過被動，咁咧冷門咧都可以加入考慮嘅。今次嘅精選11月12日谷草野錯搞第8場，順序喺呢個4號嘅農民邊影、7號嘅奔放、10號嘅盈益善同埋11號嘅滿心星。咁至於三寶場合咧，由於精選嘅介紹第8場咧，都係介紹次口嘅，就係總共12注。頭關喺呢個第7場，呢一場3班1200米揀3匹嘅，包括1號嘅飲杯、7號嘅運高八斗同埋呢個8號嘅三軍勇將嘅。咁嗰個飲杯其實今季2次咧，自己喺4選入邊都有提供啊，不過咧臨場嘅票數咧真係好冷落。咁喺田草1200米兩場咧都係輸咗嘅。今次咧轉翻過嚟呢個谷草咧個上名都係比較高啲，咁同埋今次咧有加配眼罩嘅變數排翻一檔起步。臨場如果見到啲票數幾勁嘅話咧，應該係出擊嘅時候啊。咁至於嗰隻運高八斗同埋一隻三軍勇將啦，上一次都係同場跑翻呢個3班谷草1200米嘅。但係兩隻馬咧都係留到比較後啲嘅位置，結合翻咧嗰場天星贏馬咧係全程慢步速嘅，天星同埋海船星啦兩隻馬控制步速就翻嚟包 Q， 咁所以呢兩隻馬咧後上叫追近咗少少，嗰個表現都唔算太差嘅。今次咧運高八斗換咗杜遠欣排大外檔起步啦，早段咧可能跟嘅中環精英埋嚟，唔會太過落後嘅。而三軍勇將咧換咗個巴道個韁繩咧，可能有啲會留得比較舒服嘅。兩隻馬咧都有權變身。咁至於次關啊，頭先介紹過嘅第8場3班1800米就揀2匹嘅，包括係呢個4號嘅農民邊影同埋呢個7號嘅奔放。咁兩隻馬咧都係比較主動啲，同埋咧係上次喺呢個路程都跑得好嘅。咁到尾關啊，就係呢個2班嘅1650米尾場賽事，我係揀2匹嘅，包括7號嘅得道猴王同埋11號嘅人心星。咁呢個得道猴王咧，其實都係谷草嘅表現咧係比較好啲嘅。咁今季咧就係跑完呢個谷草1200米之前咧，就有一場田草1400米嘅，兩場嘅跑法截然不同嘅。一場咧跑1400咧就喺前邊嗰度快跟，而上一次跑谷草1200咧就後上，咁其實都有少少試前試後嘅味道。今次突然咧真情跑一個1650米咧，計翻佢個血統方面咧，其實都可能咧會更合適嘅。咁同埋有阿布文助陣咧，流放方面咧應該會更加有分寸。咁所以今次咧突然之間跑個谷草1里咧要留意嘅。咁至於嗰隻人心星咧，季初贏呢個田草1400咧，其實都係一路望空守住好位入直路可以彈得對手嘅。上次咧升上嚟2班跑田草1600咧，都臨場落飛落得好勁啊！不過咧就快放翻嚟咧，末段嘅力弱。今次咧改翻跑呢個谷草直路較短咧，而且早段咧都應該有啲快放馬，只要佢咧留翻手喺好位嗰度咧，可以發揮翻出去前將爺馬嘅水準嘅。咁11月12日嘅三寶提供嘅介紹次口12注。頭關第7場係揀3匹，包括係1號嘅飲杯、7號嘅運高八斗同埋8號嘅三軍勇將。次關係第8場揀2匹，4號嘅農民邊影同埋7號嘅奔放。尾關第9場又係揀2匹，7號嘅得道猴王同埋11號嘅人心星。咁下次香港賽事咧會編排喺禮拜6喺沙田舉行嘅。咁而禮拜日咧，亦都有呢個日本嘅越洋轉播賽事，到時我哋再見啦，拜拜。